发布二小性影像违法论坛创意书房检警正咧调查涉案人士。伫咧新北市中和有一个补习班业者涉嫌案件是受拘提，无报请回了后，昨互人发现伊坠楼。另外，虽然创意书房已经互中央封锁，不过今仔日有一个民众讲，因某的性影像犹阁正咧流传。针对标题中央配合，讲创意书房就是犯罪，就算是相关论坛早就被官方封网，暗过传出有心人透过转换网页，也是引入去，都海客组织不办做半途对论坛展开攻击，删除所有影音内容，个人出面自称是叶太太，是论坛受害者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有人在 FB 上面开始丢讯息，告诉我说，我给你看一些你太太的东西，这是创意私房的一些连结，或者是其他的色情网站的一个连结。但是我点进去看，确定每一个几乎都是我太太。就算创意书房已经消失，暗过亲人性影像继续流传其他网站，诉求应全面落地将幕后嫌犯全部抓起来。那为什么要经营创意私房？其实执法机关早有动作，毋有警察前教职员加入创意书房案件，一审已经判刑，检警也继续侦办专台追查上班的共犯。17也拘提一个补习班业者，涉嫌偷袭少女，也是论坛会员，互法院裁定无报请回了后，19伫中和徛街坠楼身亡。有一些是比较类似，像是那种很私人或很小，或者它根本就是你管辖不到的。特别是在台湾，就是这种国际的这样子的一个处境之下，要完全杜绝其实是唯有困难。面对未少论坛疑冤有非法私密影像，现代妇女基金会建议中央强化甲业者合作减少相关影像数量，不过也承认要完全杜绝有困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